你好啊，黃女士，我係嚟自胡兆賜中學嘅朱曉友。我好多謝你能夠接受我哋呢個訪問。我哋希望可以知道多一啲關於抗日嘅歷史啦，亦都希望你可以解答到我哋大家嘅疑惑。咁我就希望你可以先介紹一下自己。好啊，咁我叫黃銀莊啦。佢文係文化嘅文咧，村莊嘅莊。咁我就係東方中隊歷史研究會而家嘅秘書長。我想知道點解會出現咗呢一個歷史嘅研究會嘅咧？咁呢個問題非常好啊！我其實唔係最開始個設創會員嘅，以我所知咧，應該喺07年尾咧，就有一班之前係東江中隊啲東江中隊隊員嘅後代，咁佢哋有啲咧就係喺香港出生啦，後尾跟隨父母翻咗國內啦，咁又再又翻嚟香港，咁同埋佢哋知道前輩嘅好多故事，咁所以佢哋就覺得咧應該係傳承呢一樣嘢，因為老人家開始年紀大，所以佢哋未必可以做到咁多。即係例如佢學校啊嗰啲咁嘅功夫，所以佢哋就覺得應該成立一個研究會，就係全部都係後人或者係對東安撈隊呢段歷史有興趣嘅人物，咁啊組成個研究。明唔明意思？咁係咪即係呢一個研究會就係由07年成立？係啊，07到而家。係啦。原來咁耐。係啊，好耐啊，其實07到而家應該。黃女士你好啦，咁我係嚟自胡兆賜中學嘅梁錦豪。咁我有一條問題想問你。咁我知道海上戰場其實係比起陸地戰場係更加之複雜同埋更難去應付佢啦。咁我想知道究竟當時嘅東江縱隊嘅各位遇到啲乜嘢問題咧？喺海上面，同埋點樣去克服到呢啲困難咧？首先係雖然香港係一個一海島咯，周圍都係海，但係嗰支游擊隊，即係打日本仔嗰支游擊隊，其實好多人都係喺陸地嗰度生活嘅，同埋佢哋打仗都喺陸地。咁當佢哋喺嚟咗香港之後咧，咁喺好早期啊，其實佢哋已經覺得有需要發展海上嘅一啲隊伍。咁就係因為咧喺陸地嗰個即係迴旋餘地太細，所以要去海度。咁啊海度當時咧，香港都係啲硬街啊，咁佢哋嗰啲即係都受到好多嗰啲魚霸魚嘅即係壓迫啦，或者係剝削啦。咁嗰個嗰啲游擊隊咧，首先佢哋要將自己唔好話去打，即係教人去打仗啦。首先佢哋自己要將自己變成一個可以喺海上可以行走自如嘅一班人。咁佢哋咪落咗好多功夫啊！都通常一開頭咧就係暈船啦，佢哋喺架船度借啲艇仔咁啊暈船，佢哋要經過好多次嘅訓練，咁嚟克服到個暈船，然後先至可以打出嚟。係啦，咁喺呢個過程中，佢哋亦都同意埋一齊去要求啲業主啊嗰啲減低嗰個收稅啊各樣嘢，令到嗰啲海上嘅一啲青年就會支持佢哋啦。咁所以就加入咗呢啲隊伍。咁佢哋個主要任務成立呢支海上嘅隊伍係要打擊日本人喺南方中國大陸嘅南方搶到佢哋嘅運嚟香港，再散發去其他地方。咁喺呢個過程中，佢哋係要學習用一啲好細嘅船，而要爬到即係或者跳上一架大船，或者入啲大船上高啦。咁你就喺呢個過程中係都犧牲咗唔少人，但係佢哋後尾經過啲好即係好艱苦、係好激烈嘅戰鬥，其實佢哋都收穫，即係唔好講收穫啦。其實佢哋都阻止到一部分日本人嗰啲貨物啊運出香港，或者係嗰啲無人艇嘅咁樣。咁同埋呢支部隊咧，海上後尾成立個支叫海上中隊。咁呢部隊亦都參與過去拯救一啲喺天上跌落嚟嘅美軍飛行喺海上跌咗落海，咁佢哋有去救佢哋，即係咁。
黃敏莊女士你好啊，咁我叫梁偉聰，咁我係嚟自善德聯嚴重會胡少次中學嘅學生啦。你好。咁我想問下你，咁我知道你響蓋嗰陣時咧，你係屬於國際關係小組嘅。咁我就想問下國際關係小組入邊嘅一啲工作情況，或者係入邊啲人，即係可唔可以簡介一下？首先要講下，我就未有資格係一個成員，因為我未出世。抗日嗰班人，其實應該過100歲，即係如果佢哋活到今日嘅話，係啦。咁先講下你問嘅國際工作小組咧。咁我哋要追溯翻，其實日本人未打嚟香港時候咧，香港已經有好多個抗日嘅聲音啦，或者係抗日嘅活動啦。因為有一班文化人喺國外落咗，佢哋搞到都文書，而家叫文書啦。你哋學校搞嘅嘢咩壁報版啊，戲劇小組全部都做晒，咁啊街頭表演都有，咁令到香港一大班學生咧，其實佢哋都有受到感染咯，係啦。咁特別係香港大學咧，喺37年嘅9月20號咧，就成立咗一個學震嘅賑濟賑災個賑，咁就有全港24間中學，就其中好多係名校嚟嘅。係啦，咁就啲學生代表有參加，後尾係去到理法監中學，就有10幾萬嘅中小學生都參與呢個抗戰嘅嗰個文宣嗰啲活動，咁令到好大批學生其實佢哋係知道抗日係咩回事，點解要抗。咁到日本人打到嚟嘅時候咧，咁呢啲學生其實就俾咗一個好大嘅作用，佢哋都好多都參加咗呢個抗日嘅即係抵抗活動啦。國際工作小組咧係港九大隊，即係游擊隊，佢哋喺日本人入嚟香港嘅時候，1941年嘅10月25號之後，佢哋其實已經有活動，因為當時有好多英軍俾人捉緊。咁國際工作小組係啲咩人參加？基本上係英文係會咧，有個黃人咁樣，庇理王士畢業㗎，即係嗰啲畢業生啦嚇。咁佢哋首先係佢哋英文保你先可以同英軍溝通㗎嚇，同啲 zero 啊。咁樣去構造，佢哋就通過寫紙仔啊，即係一個紙條啊，送入去監獄啊，話俾人會救佢，同埋佢哋會利用自己嘅網絡關係咧。咁有啲甚至係已經出咗嚟做咗公務員嗰啲逼晒，即係咁佢哋會去通知翻啲人話我哋會救你離開呢度啊，咁樣，因為日本人唔捉佢。咁呢個就係國際工作小組最開頭嘅嘢，最開頭做嘅嚇。咁啲嗰幾個全部都係英文啦。即係都係啲學生應該咁講，全部都我哋叫翻書仔翻書咯，就係咁，係啦。咁都想問一下呢個國際關係小組，佢可以為東江縱隊帶嚟啲乜嘢咧？因為佢哋喺營救俘虜嘅時候咧，嗰班俘虜時候咧，佢哋有做出咗一啲到營火嗰啲工作成績啦。咁其中有一個係叫做賴連士嘅一個英軍官，佢就喺監獄走出嚟，咁但係佢唔知道應該點樣走翻去一個安全嘅地方，咁佢去到新界，而家叫新界，咁咧就俾遊擊隊救嘅，就帶咗佢，即係送到佢一個安全嘅地方，去到貴，佢就成立咗一個叫英軍服務團，我唔知你有冇聽過啊？咁呢個英軍服務團佢個宗旨就係要拯救即喺香港嘅英國嘅軍人啦。同埋嗰啲未俾人捉到嘅人，有啲堅嚟㗎。咁佢就知道遊擊隊可以幫到忙，所以佢揾咗遊擊隊去幫忙啦。啲遊擊隊咧就係用國際工作小組去同佢合作。咁當時咧就係喺而家叫砵蘭街近深水埗嗰度咧，就兩課咧就合併做整咗一間叫做一間而家叫雜貨店啊嘛。叫雜貨店掩護嘅，掩護嘅。咁佢主要個原因，主要工作就係通傳部門，即係喺英國啦，呢邊滯留喺香港啲人嘅嗰啲情報要送上去俾歸納佢哋嗰啲英軍服務團嘅時候咧，咁佢哋通過呢個咁嘅呢個港行雜貨店咧，佢交接。咁而英軍服務團嗰邊咧，佢想救啲咩人啊？即係有啲咩情報，亦都通過呢個港行雜貨店去對即係攞俾香港呢邊個英軍啊，或者係嗰啲高級公務員啦咁樣。咁呢個就係佢哋個主要工作。
等什麼？你好，我係程生，咁咧我哋好開心邀請到程生嚟接受訪問啦。咁不如請程生介紹下自己先啦。我姓程，名程前，我係香港東眾自然教會嘅副會長。係，咁咧我哋聽過喺抗日戰爭期間咧，咁香港就發生咗好多嘅唔同嘅事件啦。咁當中有一件就係炸啟德機場。咁我想問下當時炸啟德機場嘅目的係咩，同埋當時嘅情況係點？呢個炸啟德機場咧係一個之前係發生咗一個好重要嘅一件事嚟嘅。當時咧就係美軍盟軍叫做盟軍啦，咁佢就係因為日本仔係侵略者嘅法西斯，所以盟軍要同佢戰鬥，所以派飛機嚟炸啟德機場。炸啟德機場呢個過程中咧，其中美軍一架飛機咧就俾嗰個日本嘅炮火擊中，打中油箱。咁啊飛機起火以後咧，佢冇辦法，佢就跳傘咧。喺呢個跳傘嘅過程中咧，佢知道佢自己可能都，因為當時都受傷，好嚴重受傷嘅。佢知道自己可能都走唔甩嘅。咁佢喺啱咁巧咧，喺降傘嗰度先咧，起咗種大風。咁大風咧就刮咗去靠山邊嗰邊去。因為佢喺降落嗰過程中咧，佢睇到嗰啲日本仔啊，已經出動咗好多人追緊佢。咁佢好彩，佢就降落咗山邊度。喺山邊嗰度咧，佢落嚟嘅啦，即刻走，離開咗呢個就係一個前提啦。離開咗呢個，當時佢仲係有喺呢個過程中咧，即係當地嗰啲老百姓咧，知道佢係打日本仔嘅。所以就帶到佢走落個山入邊啦，咁就呢個係一個前面一個原因啦。咁後尾點解發生一個炸機場嘅時候咧？當時日本仔咧為咗捉咗呢個美國飛行員咧，佢派咗成過千人啊去圍咗呢個山，咁喺呢個過程中咧，嗰個美國飛行員都好危險㗎啦，有幾次都係已經喺佢嘅眼前啊。因為佢匿嚟呢老百姓咧帶到呢個山洞入邊，一個山人，佢日本仔都守到個山邊㗎啦。不過當時有好多茅草遮住，都冇捉到佢。咁咧為咗救咗呢個飛行員咧，因為當時佢走唔甩，因為點解咧？佢係一個白人，佢化妝唔到啊！佢想化妝，老百姓想走都走唔得，因為日本仔已經成過千人將成個九龍山呢個山區度咧，全部團圍住，一層一層喺度守，喺度守。咁為咗東港人嗰隊咧，為咗救呢個飛行員咧，就採取咗好多辦法。其中炸啟德機場咧係一個過程，一件事。咁呢點解會炸啟德機場咧？就等日本仔知道，即係仲有好多遊擊隊喺度活動。因為點解咧？佢係一個當時呢個係派咗一個東岸隊一個手槍隊嘅隊長叫劉克仔，佢哋化妝到人咧就捐落咗機場，捐落機場以後咧就炸咗一個油庫，跟住就炸咗一個飛機。咁啊當堂轟動咗好多，即係日本仔驚到轟動好犀利。因為點解遊擊隊可以入到佢哋機場度啊？咁啊遊擊隊開始有啲褪啊，或者即係有啲分散，要派翻啲兵力要守翻呢個機場。所以點解呢個係其中一件事啦？就係點解會炸機場嘅呢件事。咁呢個前之後咧，仲發生咗一系列嘅事情啊！等你哋後邊嗰啲人可能一路可以問到呢個問題。咁最後想問翻咁最後嗰個美國空軍係咪成功俾人拯救？冇錯，呢個係美軍有一個中尉叫做哈爾。咁呢個佢有寫呢一本書㗎啦。佢寫呢一本書點樣去逃跑，點樣東岸點樣救佢。咁咧佢講一個最新嘅情況咧，佢個仔9月份要過嚟，
佢要睇翻佢老豆嗰個呢個地方，我哋都好期待佢過嚟㗎啦。你好，我係嚟自胡兆次中學嘅陳婉晴。咁就喺抗日戰爭裏邊啦，就發生咗一件就係殺死翻譯嘅事件啦。咁好想問下，點解當時會有呢件事件嘅發生呢？嗱呢件事咧，又係同喺呢個飛行員呢個時候喺同一段時間嘅。點解會殺？其中呢個係一個行動嚟㗎。呢個行動咧，都係為咗救呢個美國飛行員嘅一個行動嚟㗎。因為呢個漢奸咧，佢係好乞人憎嘅。佢因為佢係欺欺霸霸，而且咧經常咧告密，而且當地嘅群眾咧，佢又係欺負啲當地嘅老百姓，所以當地群眾好恨佢嘅。咁點解要一就趁咗呢個時候咧，就要殺一個呢啲漢奸，咁就會造成一個好大嘅影響。所以點解就係喺呢個行動之中咧，就係講得唔好聽咧，即係喺我啲一個戰友咧，去參加咗呢次行動。咁咧就殺到呢個漢奸而咧，對於日本仔咧都震動得好大，因為佢呢個位置咧就唔係喺啟德呢邊㗎啦，喺另一西貢呢邊㗎啦。咁啊造成咗即係呢個遊擊隊咧，即係到處都係，所以使得敵人咧就要分身啦，就要注意嗰邊嗰啲情況啦。就呢個係一個達到一個目的。咁之後就係有另外一個問題啦，就係呢件事究竟對一啲東安中隊嘅成員嚟講係有啲咩嘅面對呢件事嘅時候有咩心情，同埋有用一啲咩心態去面對，同埋就係呢件事嘅過程裏邊有啲特別嘅事情發生咗咧？嗱殺呢個事咧，主要係咩目的咧？擴大到影響，即係知道當地嘅，因為日本仔侵略到我哋啊嘛，佢作威作福，老百姓生活都好困難，殺到呢個敵人咧，就俾到老百姓一個好大嘅信，知道中共產黨仲喺度為人民係為咗殺敵，達到呢個目的咯，就使到群眾咧有一個信心喺度啦。程生你好，我係胡兆次中學嘅康允賢。咁聽聞當時你哋有一個灑傳單嘅策略，咁我想問下點解你哋嗰時候會用呢一個策略嘅？嗱，灑傳單呢個策略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因為當時咧喺敵強我弱嘅情況下，我哋遊擊隊咧點解叫遊擊隊咧？因為我哋嘅力量係好薄弱嘅，敵人係好強大嘅。而且我哋嘅武器都好差嘅，咁點解會灑傳單咧？呢個傳單係一個好大嘅一個作用，即係使到喺敵人嘅市中心度灑傳單，你造成咗咩影響？即係話我哋嘅遊擊隊嘅活動嘅範圍一樣係可以喺敵人嘅中間度活動，所以造成到敵人好驚，咁使到人民群眾咧就知道遊擊隊仲喺呢度。所以對於抗敵嗰個信心係起到好大嘅作用嘅，所以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行為嚟嘅。咁最後我想問下，就係個傳單嘅內容係寫咗啲乜嘢？傳單嘅內容就係講明，即係話咧，敵人係我哋一定要抗敵，要趕到敵人出我哋個國家。因為我哋國家唔可以俾敵人喺度存在嘅，係唔可以俾敵人喺欺負嘅，所以而且最主要知道共產黨係為咗人民。你好啊，錢生。你好。我係胡兆次中學嘅林鳳嬌。咁我想問下，點解當時展開呢個拯救美軍飛行員嘅活動咧？因為呢個當時咧太平洋戰爭啊發生咗之後咧，因為對於法西斯嘅話咧，
我哋係有一個即係有一個全世界一個同盟軍。咁因為咧，日本仔你知道，你哋知唔知道嗰個珍珠港嘅事件？因為珍珠港嘅事件咧，係日本仔係炸咗美軍嘅好多個軍，所以日本咧都係美國嘅敵人嚟㗎啦。所以呢個敵人，所以呢次嗰個飛行員即係嚟炸啟德機場嗰陣時咧，就美國啲飛機有俾日本仔打中嘅。咁咧喺呢個飛行員就跳落嚟，因為我哋係同美軍係當時係一個同盟嘅戰友啦。喺呢個美軍炸呢個啟德機場嘅期間，呢救咗一個美軍人，另外仲有一個跌喺嗰個海度嘅，又係一個美軍，都係東江人佢哋嘅救咗佢哋嘅。喺呢次美軍嘅飛行即係炸日本機場嘅時候，呢個過程中咧仲有發生咗幾個事嘅。喺大鵬灣上面咧，美軍都係炸咗日本嘅嗰啲軍艦。喺呢個過程咧，美軍都有飛機俾打中。喺呢個過程中都救咗5個美國嘅飛行員。咁我想問下，你當時係拯救咗幾多位美軍飛行員？喺呢個過程中咧，一共救咗有成7個，我所知道都有7個美國飛行員。所以喺呢個救咗嘅美國飛行員之後咧，就係一個好大嘅作用。因為嗰陣美國對共產黨當時佢係唔了解嘅。通過救咗美國飛行員咧，美軍先知道中國共產黨係佢嘅朋友。喺之後咧，美國仲派咗佢嘅電台啊，同東江狼嘅隊聯絡，所以構成。但係以後咧就呢個聯絡就佢哋好大嘅作用。